讲到这几年，袂少博物馆、海参馆拢开放过暝体验的活动，希望揪近加民众的支持。彰化县立美术馆到今也成立10年了，要特别推出着这美术馆过暝活动，搁再安排囡仔人会当学木工版画，真难得伫咧暗时啊来踅这美术馆。学生也拢讲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体验。 外口的天色已经暗嘛，原本应该休困的美术馆，数一群囡仔伫遮咧上课，邀请鹿港的木造师傅小解大木、小木，各版画老师和学生体验古早的印刷技术。传统的版画就是最古老的印刷术。古早进前，咱的烧金纸顶头拢有一个三仙迄个红红的图案，迄就是。 迄叫做，迄嘛是拢版画的一款。今日要教咱小朋友吼，就是讲教咱的木作工具，互因知影讲咱的工具多几种，口刀、叉啊、锯啊、鉛笔、木工笔。 过去民众拢是伫日式大细美术馆点睛的展览空间，嘛较有距离感。彰化县立美术馆特别伫成立10周年的日子，杀出美术馆暗暝活动，除了安排侪种的工艺体验，更较特别的是会当伫美术馆困一暗。一开始其实我有点害怕，后来我就觉得应该是很好玩。 我觉得在美术馆过夜是很好的体验，然后刚刚老师教我木头的知识，我觉得很神奇、很好玩，也很有趣。这个囡仔不仅是当透过这个艺术体验工作哈，还有一些闯关活动来感受在夜间的整个美术馆的一个不同的氛围哈。 文化局表示，美术馆除了是展览场所，其实嘛是艺术教育的空间。希望透过过暝的体验活动，和艺术加入生活，求活美术馆加民众的支持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